九三九，欢迎艺术大。苏大队，代表啦！你总共敢咱2位，对，而且你是阮节目第一个过关的。哦，真的哦。伊顶下讲伊要成为艺人界的体能哦，啊，毋过顶下背得咯，成绩比你更较好。对，甲你超过。啊，你今日来烦恼啊？而且我就冲崩的这样，就冲崩。你对，先看过你跳，你看，过你跳。身躯会干咧，敢生皮抓咧。那会干呢啦？唔使你冲啊！你感觉你会赢彼得咯？但是其他的选手，其他选手伊是真诶足强诶啦。因为我拄伫遐休困哦，大家拢看到我咯，哦，啊你莫受伤就好啊，静着就好啊。啊，拢讲这话啊，他嘛是甲你保护啊。我你刚刚去互看轻啊，真诶呢，我足歹诶。演艺界代表你是咧。我甲恁讲，我就算我知我会输你，毋过吼，我袂你赢伤轻松啊。哦，态度爱提出来，加油哦！来，阿达加油！好，咱这位冲出去的选手是咱演艺界的代表苏达啦。苏达头头讲吼，为着参加这个比赛有好的表现，减重17公斤，但是这当中啊减落，力量嘛可能嘛减落啊哦。所以叫咱这只王俊有法度无？而且王俊在咱冠军赛拢总有400公斤哦，400公斤哦。虽然是过关，但是呢，感觉看起来淡薄食力咯，淡薄食力咯。即马来到咱的金来手头休。希望呢，第一关咱的苏达会当过了较轻松啦，会当来保留伊的实力，伫后边的关卡呢，会当有更较好的表现，表现了更加轻松。哦，咱这关哦，紧来手头休哦，要射过这个两条，这个空间是愈来愈大啊，但是嘛是顺利抢着。好，来到第3关，高山海天顶，剩2粒的天顶，你也是要过，你得真正爱想讲你是正港的高山啦，哦，爱用海的。直接飞过去啊！哦，跳出去，第1粒天顶看起来是真顺利的卷起来啊！啊，第1粒天顶到第2粒，哇！啊，第1粒天顶到第2粒，哇！卷起来啊！啊，第1粒天顶到第2粒，哇！我干完呐！手啦！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即摆的心情。哦，其实你也无喘着无？系啊，我想讲要保体力，然后留在后边咧，过后边这关要爬药山，我已经想好要哪爬啊。哦，你已经想好啊？对啊，叫我溜手。你敢有想过第一只会失败？无，我感觉这关因为我较悬，系你应该卡长手。我卡长手长过这关靠迄，对我来讲较简单。安尼你感觉袂得到敢有法度过这关？我希望伊是会使过来，因为阮家里无人啊，对啊。哦，那是伊变成家庭界的体力哦，你敢会感觉足？啊，我着后一届过来个报仇。哦，期待你来报仇，感谢。多谢多谢。啊，九三九，欢迎北地佬 Pedro。哇！规身躯拢都是威呢，哇塞！You are on fire? I'm on fire. Oh, on yeah. fire. This Number is- one. What does it mean? My ritual. Number one means number one. 第1名就对了。 I'm the number one. 哎， And fire means my resolution. This is my ritual for big events, important events. Like, it's the second time I do it in my life. 伊较早伊就捌安尼画过啊啦，哦，啊，即届为着要互家己搁较愈强，甲火画伫咧身躯，啊，你即个行为呢，含拄只阿泰也是共款的，火力泰啊，火力背的咯，专开嘛，对啊，对啊，我的爸妈录一个影片有录影片，甲你加 ，a 油。 video for me. 哦，我看卖，我看卖。 Yeah. Ánimo, a ver si ganas el concurso. Votamos de menos. Vamos, Pedro, venga. Fuerza. Yo también. Llevas toda la vida entrenando. Vamos. Tienes que ganar, ¿eh? Después vienes a hacernos una visita. Cuando Sí, ganes. Ánimo, Pedrín. Venga, que llevas toda la vida entrenando. Venga, Valoria el toro. Al ataque. A ganar.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甲影片安尼一直对话啊？伊也听袂到。跟我阿嬷足共，我阿嬷看8点档啊，内底人讲哦，啊你这个安尼袂使，拍照拍一个对，啊你安尼袂使，甲你扒落。It's my mother. My 啊 mother. 有嘛？OK，安尼，爸爸妈妈甲你加油哦！啊，你今仔好好表现啊！拄只拄只于苏达无过，咱演艺界无人过。 Oh yeah, of 你 course. 即马是 Superstars, I'm number 1. 哦，这主持呢？演艺界内底 number 1啊。OK， I'm a real athlete. I'm a elite athlete. 精英的选手。哦，你精英的对啊。 Vamos， 马来到高山海天顶，其实吼，咱陪着吼，伫进前的阶段的比赛吼，伫天顶这个阶段吼，拢是算讲轻松过关啦吼，因为看伊规身躯的筋肉就知，双手的力量非常高，但是伫咱这个阶段，咱天顶吼剩2点，所以中间的迄个距离要怎补咧？就是要用海的力量来补嘛。哦，啊，裴卓的访问时阵就讲吼，伊咧是一个正港的运动员，上 top 的运动员。哎呦， Be careful。好，即马要来哦，即马要来啊，谢你吼。时间是3分08秒。哦，到位。柚子姐，来到有山啦。当然吼，即马伊这个配做的时间要赢 Kevin， 那是无可能啊。但是呢，既然是咱台湾演艺界的代表，这是为着全台湾演艺人员好好的表现，还有运动家的精神。加油！看起来个配做，伊确实无会赶时间呐，伊确实无会赶时间呐。变成顶金吧。 OK， 阿弟，陪着冲啊吧！好，来到咱的玉山的门口处，玉山饼干街。哦，这茶几爱调好势哦，调好势哦，要直接冲起嚟吗 ？OK， 一空来。 真好，够啦，已经到市区啊哦，到市线的区啊哦。哦哟，真好，无当市哦。哇，无当市哦，即摆要落去啊。啊，手敢若淡薄无力的。对哦，看起来吼，伊头拄吼手小可沉淀一下。好，指定空，一定爱拄到，对。哦，这空嘛是指定空。 One more，come on，one more。袂使。喂，你来乱的哦。 There's one more。要紧，咱这个阶段吼，先过关甲讲，因为伫咱的加油区，真侪选手，吼，真侪爱观众，买讲，到遐迄所在，安尼敢会使？哦，无当迟到 ，stop the time。好，陪住上面一关，先无趟就踢 ，Vamos， 加油！哦，即摆就来看讲哦，来陪住双手够有力我到过关无？请做咱演艺界体能好无？演艺界第一位会当伫咱台湾体能王总冠军赛过关啦！Superstar number 1。我想要甲你问啊，你敢知影你家己已经失败啊？失败了。What? When? 喂，是安怎？因为其实你袂当直接摸迄个。哦，我是不小心的。喂，你来乱的哦。I slipped. Yes. But I didn't fall. But you touched Still in the the air. black area. No, you touch the black area. 啊， Yeah. 他怎么不早说？因为我想要看你完成比有啦，拢有赛。讲啦，拢有讲。 For the show. Yes. For you. Yes. Okay. Enjoy the game.